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我与狂风暴雨路途黑云相阻，有主亲手领我，我总不怕不后顾。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帮扶。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就朝山或平地，我灵常与我跟主步履，他必领我安然奔跑，主众之经历，直走到我救主所应许福地。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我愿跟随。弟兄姐妹们，我们再过几分钟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崇拜。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崇拜当中，不单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朝见主，我们也来这里遇见主。我们跟弟兄姐妹们有美好的交通，有美好的团契，让我们能够在主日当中，以喜乐的心，以欢喜快乐的心，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为所有的设备器械献上祷告，让所有的设备器械都能够顺利的来运作，让我们所有的人员的流动安排也按照主的旨意来进行。让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早上的崇拜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唱诗赞美，我们无论用诗章、颂词、灵歌，让我们都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面前。愿你来悦纳，也纪念我们所有的同工们，他们在服事上都能够一起的蒙恩，也为所有的设备器械来献上祷告，让所有的设备器械都按照主的旨意来进行。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同工弟兄姐妹，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都保守他们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朝见主。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一同聚集在你的圣所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渴望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求你祝福今日的聚会，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让我们的赞美成为馨香之祭，蒙你悦纳。也求你赐下智慧，使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在真理中扎根成长。感谢你的恩典与信实，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求神祝福邱牧师的正道，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活水小组。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感谢主，很棒哎！又到了这个时刻，我们要一起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那若是身体许可的话，我邀请你们从座位上起身站立，我们一同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敬拜。每个早晨都是神的赏赐，每天都有神新的恩典，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需要惧怕，就有神从神而来的平安。愿我们也能够成为更荣耀神的器皿，也求主耶稣保守我们等一下做的每一件事情，还有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生活，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够荣耀神自己的名。让我们一起专注的来仰望神。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荣耀同在，平静安详。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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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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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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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荣美无人能及。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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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荣耀，荣耀，荣耀，荣
在神在，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荣美无人能及。神在神在，荣耀光中单单仰望你。我们呼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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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耶稣。我们呼求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更多，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敬拜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你的圣洁，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你的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大能无人能及，无人能及。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你的大能无人能及。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神在，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你是圣洁，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愿尊贵、荣耀、权柄和真理都归全能
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
神在全地上，喜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神在全地上，喜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感谢主，感谢主，你自己的荣美在我们当中。那坐在宝座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是直到永远的主，也是信实的主。愿我们更多的来追随耶稣，平静安稳，以马内利。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阿门。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会众。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由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第37篇第1至11章，1至11节到还有39到40节，旧约的568页。大家可以看投影片，白色章节由我来起，请会众来印黄色章节。诗篇第37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们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但
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一起来，因为他他们投靠他。接下来是公祷时间，我们为世界跟社会的需求祷告。我们为欧洲国家安道尔祷告，我们祈求基督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南教区台南卫理堂吴东泰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世界战乱之地求平安，求主止住中东乌俄战争的战火和冲突，愿和平与平安早日降临。愿主安慰各地受苦人民，医治他们身心灵伤痛，将主的平安与恩惠赐予他们。我们求主赐福，带领教会的新朋友的跟进活动，满有智慧与恩典，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我们启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我们请高嘉锦姐妹为我们攻读。今天第一处经课在旧约创世纪第45章3到11节以及15节，教会圣经47页。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上帝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第二处经课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5章35到38节以及42到50节，教会圣经192页。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哪，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上帝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以上是上帝的话。接下来今天的经文是出自于新约54页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节，由我来攻读。马可福音12章41到44，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入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
岁月消失，但主爱不变。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也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主。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圣光神学院的邱道圣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题目是过多太多，不用那么多。我们请邱牧师，谢谢。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很感恩能够在大家当中一同的来敬拜、分享神的话语。我另外很感恩的是，神学院里面有一位学生同学，淑妍，在大家的当中。礼拜五的时候，2、3天之前，有2位的弟兄姐妹在我心里面有感恩有感动。其中一位的话就是淑妍同学。可能大家有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晓得，他是从印尼来台湾的话，最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负担。希望神给他有装备，以致回到印尼的时候，神对他有使用，开华语的教会事工。在礼拜五早上的时候，他是在我们神学院做聚会的带领崇拜他在做诗会的时候，我的感受的是进步了，感谢主。特别是我相信，在过去1年多，同学在龙光堂在这里，有很多的学习进步了。在过去2年多，淑妍在神学院，因为我是他的老师也是学务长的话，有好几次我们谈话的时候，都看到他流泪，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话是学习语言，适应文化，在这个华语中文当中来学习。当然还要离开家里面，家里面的话有2个孩子。我曾经问他，孩子多大啦？小的13岁、14岁，放心吗？他说放心，我就想不太放心吧，不容易。可是感谢主。有大家这个属灵的家庭给他的鼓励支持，也感谢主给他一个奉献的心。第2位的话是一个弟兄，他是大概在10年前，那个时候我在香港，他在我服侍的教会里面做实习生。他不是念神学，他就是在找一个机构，在那一边来学习。他那个时候是香港大学的一个学生。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谈话分享，他也把他心中的一种对神的追求、愿意服侍的心来分享。
我礼拜五的时候收到他的短信啊，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他跟我说，他现在已经加入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做校园的工作。他最近所做的是去不太能够说出来的那个地区的山区，不容易啊！一个大概30岁左右的香港大学毕业的一个男生，为主去不太能够说出来的地区的山区，一个奉献的心。今天早上我跟大家来思想的，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2个姐妹。圣经所记载的这2个姐妹，不是一个寓言、比喻、故事，是真实的2个的姐妹，2个的人物。我们今天在思想他们所做的时候，到底他们所奉献的有没有太多啦？不需要那么多吧？第一个是穷寡妇，我们从马可福音的12章41节到44节里面，我们看到经文所记载的这个寡妇，在当时来说的话，在社会的地位是比较人家看不起寡妇嘛。然后圣经所记载的这个是穷的寡妇。那个时候耶稣是在圣殿里面的女院，在那里的话女生也可以进去，在那里有13个很大的用来收集这个奉献的一个器皿。圣经所记载，耶稣就坐在那里看，是故意的来看人怎样的来奉献。有许多有钱的人把钱投到这个器皿当中。后来有一个穷寡妇，耶稣知道她是寡妇，是一个穷的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铜钱。耶稣怎么样看到了2个小钱？耶稣看到吗？很可能他知道，因为这个穷寡妇她投进去的时候，她会说：“我有2个小钱，我现在又投钱了，会这样吗？”不会。耶稣知道。耶稣把门徒叫过来，对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真实的告诉你们，不是他说别的话是假的，是他特别的告诉门徒说，这个穷寡妇投进库里面的所给的钱比众人更多。”是怎么样想的？怎么样去明白的？有许多有钱的人投许多的钱，可是这个穷寡妇所投的2个小钱，耶稣说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是把自己剩下来的有余的投进去，可是这个穷寡妇是自己不足够，把一切所有的是全部养生的投进去。在这里我们看到有3个对比，许多有钱的人，一个
穷寡妇，投很多的钱，投2个小钱。那一些许多的人，那一些有钱许多的人，那一些有钱许多的人投很多的钱，可是是他们剩余的。这个姐妹，人家看不起的寡妇，特别穷的寡妇，她是自己不足够，没有很多的钱，自己不足够，投入一切所有的，包括她用来支持生活上面所用的。我们没有很多的地方看到耶稣所讲的一个人的需要讲的那么详细，不足够，所有的养生就是2个小钱，等于当时的1个铜钱。这个穷寡妇所投的钱，2个小钱，是1天工资的1/64，算它183一个小时，快是容易一点，200块台币1个小时。穷寡妇所投的是25块，多吗？一点不多，绝对不多。可是耶稣怎么样说了？这个穷寡妇，这个姐妹所投的比众人更多。我们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12章之前的是有说到当时候的解经家、宗教领袖，他们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包括夺走寡妇的房子。这个穷寡妇是不是其中一个，我们不知道。不过就是在经济上面、钱财上面很缺乏的一个。可是之后我们看到，耶稣为了我们，包括为了这个穷寡妇所付出的是他的身体跟他的血。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想啊？假如你当时候在那里，你知道这个姐妹是那么穷的，然后把2个小钱，为什么是2个小钱不是1个呢？2个小钱更加可能，这一个姐妹所有的就是那么多，事实上就是那么多。1个小钱的话，我们想，可能它就是意思了，不是。假如你是耶稣，你看到、你知道一个那么穷的，把2个钱，他全部所有的，他用来买维持他生活所要吃的、要喝的，就是那么多。你会不会跟他说，不要那么多啦，1个就够啦，甚至乎意思就好了？会不会啊？会吧。寡妇在哪里把钱拿出来？她的口袋2个小钱。耶稣在哪里
把他的身体跟他的血拿出来，是他的生命。耶稣所付出的，远远超过你跟我，包括穷寡妇所能够拿出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姐妹。第二个姐妹的话，她付出了一个玉瓶，跟玉瓶里面的香膏。约翰福音第12章第1到第8节，那个时候已经靠近耶稣被钉的时候。逾越节之前的第6天，耶稣到了一个地方伯大尼，那个地方很有名，因为有一个有名的人物拉撒路，在那里他曾经被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为什么去那个地方呢？因为他要付一个筵席。根据马可福音的14章告诉我们，准备这个筵席的这个人啊，他曾经患了麻风病啊，所以这个饭桌很特别。这个饭桌上面的话，有拉撒路，有西门，在这个饭桌上面都是坐着一些领受、体会、明白、感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人。我们有的人想，我是一个不错的人，不过还是需要耶稣，我认罪。我们有的人可能好像保罗一样，我们体会到我是一个罪人，罪人当中最糟糕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从人看起来，保罗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生活原则的人，虽然他迫害基督徒，我们一般的人来看，他没有那么糟糕。可是在神的圣洁里面，保罗可能你跟我一样，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罪人当中最糟糕的那一个。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越多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赦免越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罪越多的时候，神的恩典越多。所以在这个饭局很特别，拉撒路死里复活，西门曾经患麻风，被人隔绝，身体痛苦，生活也不好过。好了，当时候的话，拉撒路的姐妹玛利亚在当中。圣经所记载的第3节，我们看到玛利亚拿了半斤的什么啦？是珍贵纯正拿达香膏。那拿达香膏的话是进口的，是从印度运到中东，很名贵。这里怎么样说呢？很名贵、珍贵、纯正拿达香膏。所以我们没有很多地方的话记载一样的东西多么名贵的话，它是珍贵、很难得、纯正。外国进口香膏多少啦？半公斤，327克，用来干嘛啦？用来
膏耶稣、摸耶稣的脚。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马可福音14章的话，我们看到是用来膏耶稣的头，不是洗头哦，是膏耶稣的脚，膏耶稣的头。那这里本来是380，那我平常不喝的，在讲道之前，因为要喝一下，大概是328，多不多啊？用来膏头膏脚，不是用来喝很多，需要那么多吗？过多了，太多了，需要那么多吗？圣经所记载，玛利亚摸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在马可福音14章说，他打破瓶子，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面，所以很可能是这样。在晚餐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了解哈，当时候吃饭的话，不是坐在那里，而是撑在那个桌子上面哈，那个脚的话是在外面的啊，这样的来吃。所以很可能的话，玛利亚是走到耶稣的头那一边，然后退后往脚那一边，把香膏倒在头上面，倒在脚上面。玛利亚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那我是很愿意来学习神的话语，跟随圣经的教导啊，不同的人物的榜样，这一方面我做不到了啊。他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我做不到。他怎么样来擦呢？他那个耶稣的脚在那里啊，这样擦吗？不会吧？他这样擦吗？这样可以擦吗？擦不到啊！玛利亚怎样用她的头发能够擦耶稣的脚呢？趴在那里，她不单只是跪在那里，她趴在那里。我们有多少机会去看到一个人奉献那么珍贵的香膏，是用那么谦卑、那么卑微的态度动作？可是当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鼓掌很开心。耶稣的一个门徒，这里所说的是犹大。马可福音14章所说的是几个人，马太福音26章所说的是几个门徒。犹大说，为什么不把这个300两银币的那个香膏，1年工资的香膏给穷人啊，帮助他们啊，不是很浪费吗？耶稣说，由他吧，这个香膏是他留下来为我安葬日子所用的。玛利亚在当时知道吗？不知道，连门徒也不能够确定，玛利亚不知道。他预先用香膏膏我的身体，马可福音14章所说，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一块，却不常有我。
这个经文之前，马可福音14章1节，我们看到当时的宗教领袖在计划怎么样来杀耶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之后，犹大出卖耶稣，可是刚刚就在当中，神告诉我们一个姐妹，她对耶稣的一个奉献的心。屋子里面满了这个香气，因为香膏不是一点点，是很多，不必要那么多。玉瓶打破，香味满屋，不高兴也是满屋。门徒看到很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不要打扰他。”这个是很重的一个语气。为什么要难为这个女人？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她尽她能够所做了。她把这个香膏浇在我的身上面，是为了安装我而做的。甚至乎耶稣说，我们以后传道的人，分享神的话语的人，要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不是纪念她的玉瓶多漂亮，香膏多贵，而是纪念这个姐妹的奉献。弟兄姐妹，在这里的话很特别，生气出来，生气很多。事实上，圣经里面记载的话，有门徒发怒，谁讲话？耶稣为这个姐妹来讲话，不要难为她。在这里的话，玛利亚说什么啦？弟兄姐妹，这个是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早上，玛利亚说什么？她讲什么？她为自己解释什么？没有。当你跟我愿意奉献，让神所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无论怎样的困难的情况，当别人不明白，别人在怀疑、埋怨，说什么啦？没有什么好说，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在神那里。1/64的一天的工资，300天的工资，1年的工资，相差多少倍？19200倍。可是耶稣怎样说？耶稣说，他所投的比众人更多。耶稣说，他尽他所能的做了。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的很好，是跟那个本来希腊文的那个次序。What she could, she did。他做了，他能够做的，他做了。2个姐妹，谁奉献比较多？对耶稣来说，一样。人看起来谁奉献比较多？当然是19200倍的玛利亚，还不包括那个玉瓶啊。2个小钱已经奉献，谁来照顾那个穷寡妇？上帝。那么小的钱，看也看不见，20多块台币，谁在乎？上帝。
玉瓶已经打破了，后悔吗？能够塞回去吗？不可以，往前走。玛利亚奉献，跟随往前走。神愿意你跟我一样，被人误解，甚至乎埋怨、投诉、攻击，谁来帮助？上帝会。谁明白你跟我的传染奉献？神会。谁来用？上帝会。耶稣会认为两个姐妹过多太多，不需要那么多吗？没有。在圣经里面，我们明白，我们体会，我们看到，奉献没有很多种，奉献只有一种，全然的奉献。看不见，不明白，足够，缺乏，感觉的舒服，心疼，宽病，言语上面不好说，不容易说，不多说。怎样的情况对神的奉献只有一种，神所看的只有一个的地方，就是你跟我奉献的心。请我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你给我们两个姐妹所奉献的钱完全不一样。神，你所看重，你看到我们所奉献的心。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心不足够，求你扶持我们的心，愿意却有难处，求你安慰。每一次我们愿神你使用，人可能不明白，谢谢你的明白，也求你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阿们。我们谢谢邱牧师的证道。接下来我们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我跟随主》。跟随直到投胎冠冕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我愿跟随我救主，无论走何路。火与狂风暴雨路途黑云相助，有主亲手领我，我总不怕不后顾，患难我都不惧，因有主帮扶。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
主，主领我愿跟随。我愿跟随我主，我常应地。我灵常愿与主前行，跟主步履。他必领我安然奔跑，主从此经历，直走到我救主所应许福地。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在何地方，我愿跟随主。跟随，跟随，我愿跟随耶稣，无论何处，主领我愿跟随。会众请坐，我们请司线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生活中我们的丰富献上感恩，我们也为我们生活中的不足献上感恩，因为一切都是由你而来。我们知道你看重的是我们摆上的心，我们愿意将我们的金钱、时间摆上，分别为圣，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请问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的话，大家都是老朋友，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让我们起立，彼此拱手问安。
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报告教会的肢体消息。欢迎第一次来到本堂的弟兄姐妹哦，愿上帝祝福。我们也再次谢谢圣光神学院的邱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今天的台语堂是由林大圣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讲台语堂的来传讲信息。愿上帝祝福两位牧者身心健康，家庭事业事工都顺利蒙福。感谢上帝，我们目前总会已经有选出新的会督了，那还有其他的各委员会的委员，愿上帝祝福带领卫理公会进入新的一个阶段。主日后11点45分，在201教室有召开教会60周年堂庆预备会，请在群组当中以及就是有参与的弟兄姐妹来共同参加。然后第5点，卫理公会的总会有将建造宣教大楼，邀请各弟兄姐妹为总会的宣教大楼进行捐款奉献。那么奉献也可以抵税哦。那目前呢，这个有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如果你有奉献的话，我们这个是有一个马克杯的赠品哦。那因为数量有限哦，那麻烦就是大家可能要尽早去登记。那么第6点，和平纪念日228星期五，那办公室休假1天，也请大家知道，大家也出入平安。在第7点，成人主学将要于3月9号开课了，那即日起可以开始进行报名。我们请赵少文老师，我们请老师帮我们来介绍我们这个成人主学的丰富。好，我们请少文。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成人主日学要在3月9号要开课。那实际上我们的课程是3月9号到6月15号。那每一周的主日11点40分到12点半。那这一次的话，共是12节课程。停课，因为我们原先的时间要到6月底了，但是我们中间你看，我们停课的日子，4月6号是清明节的连假，那5月11号是母亲节，6月1号端午节都是连假要停课的，还有6月22号这一天呢是60周年的堂庆，那么地点基本上是在2楼的201教室，还有6楼的那个教室，那我们这个等一下我再介绍哈。接下来就是我们成组，但是这个课程的目的，希望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就是基督徒，能够有成长的机会哈。所以当你成长的时候，就会与神建立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说这个课程其实是让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报名参加。好，那我们这一次课程只有2个课程，诗歌欣赏的这个课程，这次是暂停的。好，那第一个课程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老师有赵少文，还有谢慧玲，杨伟香，赵少文是我本人哈。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知道之前的课程很多都是在上的是旧约，那我们也知道旧约本身的一个就是奥秘的真理其实就是谈到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的救恩，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呢就是路加福音，它是四福音的第3卷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福音，但是我们以路加福音为主要的。那这个福音这个课程呢，实际上它的篇幅算是在这里面是最长的然后但是它跟路加
跟马太还有马可这三本福音书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观点是相同的，所以它也成为着符类福音或者是共观福音，那就表示它们相同的，或者他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好，我们看下面。其实这一卷呢是着重在讲述耶稣他完美的人性哈，他是怎样是神子，也照样是人子，讲述耶稣的出生、童年还有家谱，而且他的家谱的他是按照玛利亚的谱系来的。马太福音他是按照约瑟的这个主要是按照约瑟的谱系，但是在路加是按照玛利亚的谱系，一直追溯到亚当，表明他有人的血统，也有女人的血统后裔。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主要的信息，其实在路加福音，我们知道每一卷书它虽然是刚才讲的这3卷书是相同的，但是其实它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重点是不一样的。那路加福音是以人子救主这样子的身份来到世上，我们知道马太是君王的身份马可是仆人的身份，还有约翰他是荣耀王的身份，这是不太一样的。那他不仅是在人子的身份呢，他不仅是犹太的弥赛亚，他更是普世的救主了这里可以从路加福音19章9到10节可以很清楚看到，记载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说明了耶稣道成肉身降世的为人的使命。这里面就是讲到他以人子的身份来实行拯救。我们看下一页。他来完成神的救赎，将堕落的、被掳的、世上的人带回归到神的面前，要跟神有建立关系。那这个课程，它还是用释经的方式来解释圣经的原意，但是呢，还是参考其他不同的中英文的译本让我们能够对里面的内容有更正确更详细的了解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好，我们再看第二堂课是雅各书、提多书这老师是周雄还有何兆鼎弟兄。那雅各书，我们知道雅各书它是由雅各署名的，所以雅各来写的。但是我们这圣经里面有4位不同的人都是叫做雅各的。那但是我们看到只有耶稣的弟弟雅各，他是比较更切合这卷书，所以我们就认定他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写的了虽然是他的信主的时间是比较往后，但是他在耶路撒冷却是受人非常尊重的一个领袖所以保罗也称他为主使一般人相信这是出自于雅各的手里那这本书成书的那个时间呢有争论有点争论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当时他没有表现出那个耶路撒冷的会议的那种决定，而且当时是在会堂聚会会堂里面也是非常简单的而且当时的人非常迫切主再来的这种心所以我们大约会认定他是在主后45年完成的。但是就是耶稣他离世蛮短的一件时间所以说这本书算是在新约书信里面是最早完成的一卷书。好，我们看下面。那这本书它包括了基督徒的立身处世、行事为人的那个实际的这教训，它着重在行道也就是说，今天信心如果是没有行动，它是死的这卷书里面特别它比较少
去探究神学上的这种论说了哈，但是他却是在伦理道德上还有那个智慧上面的这部分呢，他教导很多专注在力行、圣言，还有社会正义，还有祷告的力量上。所以这本书其实让我们学习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子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那另外，提多是保罗在教牧书信上的一个最短的一封，他是在主后的63到65年间，第一次被这个保罗被关出来之后大概在腓立比的时候写给这个年轻的同工提多。那当时提多其实在那个时代的其实受到很多的一些逼迫或者是艰难，所以保罗写信给提多。那我们也知道，他曾经跟保罗也是一起在欧亚传道他有一些很大的责任，就是要培养这个牧养领袖的人才。好，我们下面。所以说这个主题就是说，如何在生活中见证所信的。那对不同的年龄、性别还有地位的信徒都有非常具体的教导。所以这一本是一个教导的书，也是一样，让我们信徒能够从中间学习如何能够有纯真的信仰，而且体现在虔诚的生活当中。他也提到了教会领袖的一些资格也提出了信徒在社会上的应尽的责任，并凸显出基督的美德、和平还有温柔。那希望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柔和跟谦卑的热心的心来服侍神。所以我们这2堂课基本上是可以让大家从中学习很多的一些真理，也希望每一位都可以来参加选其中的1堂课。好，我的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邵文老师的报告。虽然这堂课叫做成人主日学，但是今天学青在这里，未成年也可以参加不一定要成人才可以那么欢迎大家踊跃报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报告，就是有教会姐妹的培灵会，时间是3月8号上午星期六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请肖牧师为我们做补充，肖师母为我们做补充介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们姐妹会筹备会呢，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培灵会。那刚刚有介绍过，日期是在3月8号，刚好是妇女节，是星期六的时间。那时间是在上午10点到11点半。那地点是在5楼。那主题呢是圣经辅导与人生翻转。那我们邀请到的讲员是周淑清牧师。那我们邀请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在卫理神学院有教授过圣经辅导的课程。那我们跟姐妹会的同工也有几位有上过他的课。那我们上过之后是觉得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分享给大家那上课牧师呢，他会透过圣经人物的故事带入圣经辅导。那透过周牧师的引导呢，那圣经辅导可以成为蒙恩的途径，以及生命的改变，还有翻转我们的人生那对象呢，除了姐妹之外，我们也欢迎弟兄参加那同时也欢迎可以邀请新朋友跟慕道友一起来参与。那报名的方式呢，是我们在教会的1楼的大厅有那个报名表。那欢迎你可以直接填写你的资料跟联络方式，那或者是跟办公室报名，那或者是找我或者是姐妹会赵义兰主席报名都可以。那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以上，谢谢大家，谢谢。
接下来报告制服学院，制服学院已经春季班已经开始要准备预计要开始进行报名了。有免费体验的这个讯息，可以邀请这个弟兄姐妹、邀请朋友邻舍参加。像这个3月4号，周二，它有个毛起来卷哦，听起来就非常好玩啊，欢迎大家毛起来，一起来来参加。再来，我们持续为教会的守望、复兴守望祷告。那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星期四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接下最近肢体消息就是最近天气还是变化非常多，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自身健康。如果有什么身体不适的，要赶快去就医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那我们持续为身体不适的代祷，有大家的有很多人的术后的复原，还有当兵的弟兄。那我们都为弟兄姐妹的情况，我们持续的祷告，也欢迎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互相的问安哈，互相问安，来更知道大家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弟兄姐妹会众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陈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听到很多的课程，还有很多的特会。愿上帝给我们有一颗愿意渴慕的心，能够来学习跟来跟随耶稣，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更多的蒙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领受这么多的丰盛跟恩典。愿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得祝福，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能够更加的坚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会众请坐，殿乐。